你妈是查头我嘛，马蹄头你这里去，里次你这瓜比我吃瓜，18岁里去了北大路，过了你努啊花吃为dia，阿六百年努啊18，阿里天你瓜吃拉嘛努啊嘛是。错苦呀，撒花阿里提子，阿里提住瓜拉路白马的，黑是怕死啊天呐，一黑瓜马出就拉子那嘛，一花车为第路熊啊路，去嘛那努瓦死内路，过了呀努瓦咋个哒？阿六百呀努瓦马就咋打嘛过去住瓜，拉错阿比拉我比北大路，是查头的路你个呀，18岁里花车第二那嘛白个第二路。若明年出杂不呢？这下米苗嘛，这下的这下你咋嘛比？这下表个里就咋嘛一直做了挂了。这里米苗家嘛不呢？我啥呢？阿爹提住台lang啊嘛是，阿里提住怪米一lang我白嘛呢？出杂提若表做都俺了，就咋不喝都俺了。过了俺米若呢？我啥伊不地里嘛牛你那挂，若得火鸡那嘛。也是就是这个第二天呐，20天米做嘛去嘛俺了。我上年了做事，2天米花吃第二天呐，也是阿里天吃了俺米做嘛去嘛俺了。也是阿里天去过苦了俺米，若呢，是否我去过第二路比大多巴拉那嘛塞出去嘞？